2024年的5月25号，我们来到这个古城县的邓家湾这个公墓，也是在这个地方啊，也是看到这个公墓这个风水做的是非常好的。因为说这个公墓其实也要好风水，这个的亮点是什么呢？要这父母山就是元运饱满下来，下来以后呢，前头有一个水地天心，下沙，说的好说的下沙山呢，墓地立地天盘下地，下地呢就是看着的非常好，前头呢又是个峨眉岸，上面又是跟龙有关系，这个公墓是非常不错。我们深切看一看，欣赏欣赏。父老乡亲们积极响应倡议，这个呢，立的志向是呢，治山害的乡。咱们直门30个是一个东方开发的，实现了水地天心，水地天心加保，这还受到这个训斥营造的规，公墓管理方式不是扔垃圾，不损坏公墓基础设施，好，大家。并到政府规划的集中回收。